后来继续来到中华的大城乡，当地是毋是要来开发到太阳光电？这个环保团体甲在地人意见是真无同。环保团体讲，这个开发的地点是落水溪口国宝级的湿地，生态丰富，袂当来破坏。但是在地人讲，这个大城乡有真侪子弟拢去外地来讨食。 若设立到绿能供电，会当创造就业的机会，互出外囡仔会当倒来家乡来食头路。这个自救会早起是带100外个乡亲到县政府去求情，希望县长王惠美会当听到因的心愿。中华大城乡亲一日看到县政府的代表来，随跪落去交陈情书。 规摆大城乡民到中华县政府求爸母条啊表达诉求，希望县政府协助，并且监督外商伫落水溪口湿地起太阳光电发电厂。大城哦，伊讲我出去50几年，到这拢完全无见效啦。过来团体哦，拢一直搞走动。力能政府的重大决策，让它能够慢慢兴盛起来，至少顾到巴肚，无巴肚，什么拢给。 自救会代表讲，大城目前大个人差不多7000人，大部分拢是老岁仔加囡仔、少年人，拢出去外口食头路啊。人口外移真严重，若起一个太阳光电的发电厂，就使增加就业机会，带动地方的发展。毋过，环保团体讲，若起伫落水溪口湿地，会严重破坏环境。是一个国际级的湿地，然后是一个环境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块，它是1级海岸防护区。简单讲，这个地方其实不适合开发任何的工业或是绿能开发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敏感带，就是如果你在潮间带盖的话，它其实会影响到内陆的安全。 环保团体讲，因毋是反对绿能，是反对光电厂的位。大城乡湿地虽然还未被列为重要湿地，抑过生态真丰富。一旦若起光电厂，就会破坏了。光电厂敢要起，要安怎起？环保团体甲在地人恐惊，爱阁好好参详。